位傳媒朋友、特區救援隊隊員嘅家人同朋友，救援隊返港儀式即將開始，請各位主禮嘉賓到台前就位。歡迎各位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救援隊赴緬甸救災返港儀式。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收到。可以開始讀。歡迎各位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救援隊赴緬甸救災返港儀式。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處理特派員李永勝先生、Consul General of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in Hong Kong Mr. Han Wei-Neng、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警務聯絡部副部長謝威先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李百全先生、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先生、消防處處長楊恩健先生、處理入境事務處處長程和睦先生、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消防處副處長黃振業先生、消防處副處長陳慶勇先生、民航處副處長黃家華女士、香港海關機場科總指揮官蔣伊利女士、機場管理局代表楊達榮先生、國泰航空公司代表羅卓明先生、嘉利物流聯網有限公司代表鄭志偉先生、機場保安有限公司代表高振邦先生、緬甸香港總商會執行董事孫康橋先生，以及香港緬中友好協會會長及香港緬華互助會代表黃德星先生出席今日嘅儀式。攞出嚟。
喺呢度後邊。呢度啦。冇。係啊，推大，係啊，機動。MC 各位特區救援隊所有隊員已經平安返到香港，現在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進場。聽唔到。好，而家可以邀請佢咩拍掌嗰啲啊？請大家繼續以熱烈嘅掌聲歡迎救援隊嘅隊員進場。
Sir，呢一隻係 Yumi。喺今次行動入面，特區救援隊所有隊員都勞苦功高。現在特別為大家介紹救援隊不可或缺嘅兩位成員，包括而家見到嘅 Umi。以及我哋另一位搜救犬 Twix 出場。首先，我哋有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致辭。有請行政長官。各位救援隊嘅隊員，我好高興今晚喺機場迎接各位香港救援隊完成任務，安全返到嚟香港。3月28號，緬甸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命傷亡。香港特區迅速響應緬甸嘅請求，喺事發嘅第二日，3月29日，即派出一行51人嘅救援隊伍，趕赴緬甸地震災區，展開搜救工作。救援嘅工作前後共11日。喺救援行動裏邊，特區救援隊共出動咗61次，到過57個地點去支援同埋搜救。特區救援隊同國家救援隊喺聯合搜索嘅期間，成功救出一名被困超過125小時，即係超過5日嘅男性幸存者。我哋都好激動。另外，特區救援隊亦都聯同國家救援隊深入不同災區，了解災民嘅醫療需要，喺災區設置醫療帳幕，提供義診服務，協助災民處理傷患同埋提供藥物。今次嘅救援行動充滿挑戰，除咗面對餘震嘅風險，救援隊亦都要克服災區交通中斷、通訊受阻、基礎設施嚴重損毀等等情況，加上當地天氣非常之炎熱，多日都係維持喺40度以上，災區粉塵滿地，蚊患嚴重，大大增加咗救援嘅困難。特區救援隊要喺呢一啲惡劣嘅環境之下，爭分奪秒進行搜救，我向你哋致敬。各位救援隊隊員，各位救援隊隊員，憑住專業嘅訓練、堅定嘅意志、無畏嘅勇氣，克服重重難關，同時間競賽，以實際行動展示咗人命關天、生命至上嘅大愛精神。我對你哋嘅表現深感驕傲。喺呢度，我哋一齊以最熱烈嘅掌聲向救援隊人員致敬。今次任務能夠圓滿完成，充分展現咗各個單位
專業能力同埋團隊精神。保安局喺短時間內部署隊伍，籌謀搜救行動，展現卓越嘅領導能力。消防處災難應變救援隊喺極端困難嘅環境之下進行搜救，展現嚴格訓練之下嘅專業能力。醫管局嘅醫護團隊以愛心同埋專業知識守護隊員以至當地災民嘅身心健康，展現人心仁術。入境處負責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同埋國家駐當地使領館保持緊密嘅聯繫，提供支援，反映靈活嘅應變能力。除咗救援隊之外，好多有心人亦都對救災作出貢獻。航空公司、航空業界同埋物流業界嘅熱心朋友，為救援隊嘅行程提供咗積極嘅後勤支援。政府多個部門迅速協調，徵集咗超過20公噸嘅緊急救援物資付運當地。香港多間救援機構一呼百應，通過特區政府提供嘅3000萬賑災基金，籌辦賑災計劃，各方面通力合作，彰顯香港各界嘅齊心同埋大愛。我亦都感謝中央政府對特區救援隊嘅信任同埋支持。喺整個救援行動裏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揮咗重要橋梁作用。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同埋駐曼德勒總領事館全程提供協助，支援救援隊嘅搜救工作。喺救援行動上，國家救援隊同香港救援隊緊密合作，分享災情信息，提升救援效率，不分你我，團結一致，共同完成救援任務。今次我哋再同國家救援隊深度合作，攜手實踐國際人道主義精神，演繹國家喺應對天災危機嘅大國擔當。各位救援隊隊員，你哋嘅無私付出，世界有目共睹。你哋已經同家庭分開咗一段時間，一定好掛念家庭。我感謝你哋嘅家人嘅支持。今日佢哋都嚟咗機場，歡迎你哋，歡迎你哋完成任務，平安返屋企。希望大家好好休息，享受同家人共聚嘅溫馨時間。喺呢度，我再一次代表特區政府同埋香港市民，感謝救援隊嘅全體隊員，你哋嘅勇氣無私，充分展現無懼挑戰、救急扶危嘅專業精神。你哋係香港嘅驕傲，政府嘅驕傲，市民嘅驕傲。多謝大家。多謝行政長官。Taking this opportunity, Mr. Han Wei-Nan, Consul General of Myanmar in Hong Kong, would like to give us a few words. Mr. Han, please. The Honorable Chief Executiv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 great honor to me to attend the welcoming ceremony of the Search and Rescue Team from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team has completed it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arrived back to Hong Kong on this auspicious time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from Myanmar and on my own behalf,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st appreciation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Hong Kong Security Bureau, the Hong Kong Fire Service Departments, and all officials involved with special recognition extend to each and every member of the recuse team. I also wish to express my acknowledgements to the members of the recuse teams for their selflessness and for leaving behind the safety of the home for the safety of other peoples. You work tirelessly amidst the crumbling structures, aftershock, and emotional turmoil, risking your life to save others. Your actions reflect the essence of the humanities, putting others before sel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the Myanmar, along with ourselves,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se kinds of tireless assistance and support extended by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Lastly,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my heartfelt wishes to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Consul General. 接住落嚟，我哋會拍一張大合照。請台上嘅主禮嘉賓同埋特區救援隊嘅隊員望向前面嘅攝影師。Now we are going to take a group photo. 多謝行政長官以及所有來賓。今晚嘅特區救援隊返港儀式正式結束，多謝各位。It comes to the end of the welcome ceremon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Sorry。大家左至右分別係入境事務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黃瑞正、醫院管理局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部門主管急症科嘅蕭月中醫生。
特區救援隊指揮官趙宇國、保安局政府保安事務主任黃國基、消防處高級救護主任蕭景輝同埋消防處消防隊目梁志宏。喺提問開始之前，趙 Sir 同埋黃 Sir 會先為大家講幾句，先有請趙 Sir。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係中國香港特區救援隊指揮官、消防處副消防總長趙宇國。我代表特區救援隊同大家總結一下我哋呢幾日嚟嘅成果。緬甸喺3月28日發生咗黎克特制7.7級嘅地震，造成大規模嘅破壞，死傷人數眾多。基於情況嚴重，消防處立即聯絡保安局以及其他相關嘅部門，作出相應嘅前期準備工作，包括我哋喺15分鐘之內已經獲得41個消防處人員嘅名單，並且喺10個鐘頭裏邊呢，我哋已經準備咗一支51人嘅救援隊，當中嘅成員呢係包括保安局、消防處、入境處同埋來自醫管局嘅醫生同埋護士。並且咧，我哋已經安排咗物流公司咧，幫我哋運送9噸嘅救援物資，以及咧進行一啲疫苗嘅注射同埋身體檢查嘅。緬甸政府咧喺同日嘅晚上10點鐘咧就尋求國際支援，其後咧特區政府咧喺得到國務院嘅允許之下咧，我哋救援隊喺3月29號嘅下晝咧就啟程咧前往緬甸，亦都喺當晚當地時間嘅9點鐘咧，我哋已經到達咗緬甸嘅仰光國際機場，係第6支到達緬甸嘅救援隊伍。我哋去到緬甸之後咧，我哋得到緬甸政府嘅指示咧，我哋係需要前往災情較嚴重嘅災區羅德納、曼德勒。最終咧，我哋喺3月31號嘅9點鐘，即係我哋用咗大概31個小時咧，日夜兼程咁樣去到呢個曼德勒嘅災區咧，去進行救援嘅。我哋去到救援總區之後咧，我哋第一時間就匯合咗中國嘅其他救援隊伍，包括咗中國救援隊，亦都同佢哋咧開咗一個聯席會議，了解到咧曼德勒災區裏邊咧個當地嘅情況啦，當地有咩危險啦，同埋有啲咩求助嘅名單。而我哋喺前往救援隊伍基地嘅途中咧，我哋發覺市內咧啲道路咧係受到嚴重嘅破壞嘅，亦都有大量嘅樓房倒塌啦。就算啲樓房唔倒塌，我哋都見到佢哋咧有啲係已經傾斜咗，或者係有裂痕嘅啦。而啲居民咧亦都唔係太敢入翻去佢哋嘅屋企裏邊，佢哋只可以露宿街頭嘅啫。另一方面咧，我亦都發覺曼德勒災區嘅電力同埋網絡咧都受到非常嚴重嘅破壞，網絡係非常之唔穩定嘅，我哋嘅通訊咧係有嚴重嘅問題嘅。而喺救援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嘅同事咧係經歷咗4次嘅餘震，而每一次咧我都需要做一個緊急撤離嘅行動嘅，需要再重新部署我哋嘅行動計劃。除咗要面對一啲餘震嘅威脅咧，我哋仲要面對高溫啦。咁其實日間咧，羅德曼災區裏邊咧，我哋每日都要接受到超過40度嘅溫度嘅。咁對我哋嘅救援隊員喺個行動裏邊咧，個體力消耗係非常之嚴重嘅。而就算係夜晚咧，佢嘅溫度咧仍然係高達30度以上嘅。咁所以我哋同事咧喺救援行動之後咧，都未必可以好好地休息。不過咧，我哋亦都安排咗隊員咧做啲輪替嘅工作，而喺輪休嘅時間咧，亦都安排咗佢哋去一啲陰涼嘅地方去歇息。另外都會提醒佢哋補充水分，希望可以有效地去分配佢自己嘅體力，避免中暑嘅。除此之外咧，當地因為登革熱嘅流行咧，同事喺工作或者休息時間咧，都需要特別注重一啲防蚊防疫嘅措施。而我哋亦都發覺部分嘅倒塌物裏邊咧係有石棉外露嘅情況嘅，咁所以隊員咧喺工作嘅時間咧必須要帶備一啲口罩，而戴上口罩喺一啲咁高溫嘅地方去工作嘅時間咧，係亦都會令到佢哋
係好辛苦嘅。咁頭先都講過啦，災區其實個通訊咧係受到嚴重嘅破壞嘅。咁所以我哋無論喺基地同埋隊嘅溝通咧，都會有一定嘅困難。不過我哋吸收咗上次土耳其救援工作嘅經驗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購置咗一啲衛星嘅通訊電話。我哋呢個衛星通訊電話咧，可以增強我哋隊與隊或者係隊同埋基地之間嘅溝通能力嘅，可以保持有效嘅溝通。咁睇翻成個緬甸嘅救援行動咧，我哋特區救援隊咧總共出動咗61次，到過57個地點咧去進行搜救嘅，以及咧我哋出動咗468個人次咧，而當中我哋其實係有5次咧係同中國嘅救援隊伍咧係合作完成嘅。咁特別係想提一提，我哋喺4月2號嘅一個下午咧，我哋特區救援隊同埋中國救援隊咧，我哋組成咗一個快速搜救隊咧，喺羅德曼嘅災區進行咗好多個地方嘅聯合排查行動。咁喺過程之中咧，我哋得知到有一間名為金色鄉村酒店嘅倒塌建築物裏邊咧，發現應該係有生還者嘅跡象嘅。咁所以特區救援隊咧即刻增派咗10名隊員咧，去到金色鄉村酒店嘅災場裏邊咧，就去增援，亦都帶備咗一啲救援啦，同埋一啲醫療物資咧到場增援嘅。到場嘅時間咧，其實已經見到有中國救援隊啦、中國國際救援隊啦，同埋深圳公益救援隊咧已經到咗場㗎啦。酒店本身係有8層樓高嘅，但係因為倒塌情況嚴重，我哋去到嘅時間咧，地下至2樓咧，其實已經完全冧晒㗎啦。我哋聯合救援隊嘅人員咧，係可以用個梯咧，就爬入去3樓嘅位置咧，去進行搜索嘅。我哋利用我哋聯合搜救隊咧，就利用咗生命探測器咧，喺307號房個位置發現咗樓下207號房咧，應該係會有一個生還者嘅，所以聯合搜救隊咧隨即利用一啲石屎嘅爆破器咧去進行爆破，開通咗一條救援通道，進入咗207號單位，亦都順利接觸咗呢個傷者，亦都喺當日嘅1745時咧，成功將佢帶嚟咗現場，送往醫院去救治嘅。咁啊，救援隊呢個傷者咧，其實係一個緬甸籍52歲嘅男性嚟嘅。咁啊，救出時間咧，佢嘅表徵都係良好。咁啊，我哋亦都進行咗簡單嘅包紮之後咧，就而家佢已經出咗院，喺醫院繼續去進行救治嘅。咁啊，我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咧，多謝國家啦，同埋特區政府以及醫管局咧喺背後嘅全力支持同埋協調嘅。亦都衷心多謝全港嘅市民咧嘅支持同埋鼓勵。當然，我最想多謝嘅就係我哋成班隊員嘅屋企人啦。我想代表我哋嘅所有全體隊員咧，多謝咁多位屋企人對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多謝你哋，我哋而家咧全體平安翻咗嚟香港啦，翻咗屋企啦，唔需要再為我哋擔心啦。我亦都好想多謝我哋一班隊員，現場咧好熱、好辛苦，亦都好危險。我哋面對咗4次嘅餘震，但係咧你哋從來都冇抱怨過嘅，呢幾日都互相支持住。特別係我哋消防處嘅一班同事啦，我哋只係用咗15分鐘嘅時間咧，就已經召集咗佢哋41個成員㗎啦。佢哋每一個咧收咗電話嘅時間咧，都係淨係問幾點出發，喺邊度集合，從來都冇問過去唔去，有冇考慮到呢度。多謝你哋，我亦都多謝保安局啦嘅同事啦，同埋入境處嘅同事啦，喺成個過程救援過程裏邊咧，做咗好多協調同埋統籌嘅工作嘅，係啊，令到我哋成個救援隊咧嗰個後勤嘅保障啊，都得到大大嘅補充嘅。亦都多謝咗醫管局阿蕭醫生佢哋咧。喺連日裏邊，亦都不斷咁幫我哋同事咧做檢查，亦都俾咗好多嘅醫療嘅指示俾我哋。希望咧我哋喺防蚊啊、防疫啊，或者係有啲中暑嘅跡象嘅時間咧，都可以及早預防。咁啊，最後咧我哋都希望祝願翻
緬甸嘅人民咧能夠喺今次嘅災難裏邊咧振作起嚟。咁啊，亦都喺緬甸災區嘅重建工作咧早日完成，令到佢哋嘅人民咧盡快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多謝。跟住有請往上，唔該。大家好啊，我係保安局嘅保安事務主任黃國基。今次咧，我會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保安局響今次救援行動嘅工作。首先，響救援行動裏面，我哋保安局係負責整體嘅協調同埋統籌嘅工作。響每一次嘅救援行動裏面咧，其實時間都係最重要，我哋需要咧爭分奪秒嘅。咁所以保安局響知道有呢個地震之後咧，我哋第一時間咧係希望咧響最短嘅時間裏面咧，係將我哋搜救隊嘅51人同埋9噸嘅物資咧，係盡快送到去當地緬甸嘅地方。但係咧，由於地震嘅關係，好多航班咧都受到顯著嘅影響。咁所以咧，我哋保安局咧果斷咁決定咧，就係用包機嘅安排咧，去送我哋嘅救援隊去緬甸。咁我哋隨即咧就同相關嘅部門啦，同埋航空嘅公司，我哋保持緊密嘅聯絡。我哋咧就即刻咧就可以安排到一部班機啦。咁其實最終咧，我哋咧係當晚響緬甸駐香港領事館請求特區協助嘅時間，我哋當晚咧就已經安排咗包機，亦都咧當日咧亦都將救援隊咧亦都安全抵達緬甸當地，使到我哋救援隊咧係成為其中一支最快去到緬甸當地嘅救援隊伍。當我哋去到災區之後咧，保安局咧亦都隨即咧展開我哋全方位嘅協調工作，其中咧就係包括我哋咧即刻去到成立我哋嗰個支援嘅網絡，其中咧包括咧就係同駐緬甸嘅中國大使館同埋當地嘅團體咧保持一定緊密嘅聯絡，為我哋咧提供交通嘅運輸啦，同埋物資嘅補給，令到呢啲工作咧係及時同埋到位嘅。令我哋保安局咧亦都咧啟動咗我哋緊急事故監察同埋支援中心，去到咧24小時支援我哋前線嘅救援隊伍。我哋亦都咧實時咧去到收集唔同單位嘅資訊，為我哋前線嘅救援隊伍咧提供準確嘅情報，去到協助咧佢哋呢個搜救嘅行動嘅。最後我想講，呢個搜救行動嘅成功咧係屬於咧我哋成個團隊嘅，由我哋前線嘅救援隊伍啦，去到後勤支援嘅同事，每一位同事都係盡心盡力、全力以赴。我哋透過無縫嘅配合咧，令成就咗今次呢個橫跨千里嘅救援行動。我想講嘅係咁多，唔該。跟住落嚟係傳媒提問嘅環節，咁啊麻煩想問問題嘅傳媒朋友先舉手啦，攞到支咪之後咧講翻你嘅傳媒機構再發問嘅，咁同埋每位傳媒麻煩唔好問多過2條問題。前面間條衫嗰位女士。你好。你好，商台嘅就想問翻咧，趙 Sir 咧，其實頭先啱都提到咧有蚊患啦，同埋天氣好炎熱啦，實際上係點樣加劇咗嗰個搜救嘅困難呢？同埋咧喺面對一啲極端天氣嘅過程裏面咧，你哋點樣評估而家救援隊伍喺極端天氣下嘅一啲救援能力，有冇一啲不足或者需要改善嘅地方咧？咁或者我答咗第一部分先啦嚇。第一部分就係講緊我蚊患啊同埋炎熱點樣影響到我哋啦。咁頭先我都講過嘅，就係喺高溫嘅底下咧，其實我哋做一啲搜救工作咧嚇，或者係去做挖掘啊，或者係做啲工具去做爆破嘅時間咧，我哋都係需要用體能嘅。咁啊，如果喺一個咁高溫嘅天氣底下咧，我哋其實對同事嘅體能嘅消耗咧係非常之巨大嘅。而一般嚟講咧，我哋夜晚咧就會係希望有個休息啦，有個輪休啦。咁變咗咧，其實如果喺個夜晚都係一個好高溫嘅地方咧，同事根本上冇可能係有個好充足、好合適嘅睡眠狀態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對佢哋個體能裏面都可以得到好充裕嘅補充。咁當然啦，我亦都有應對嘅方法嘅。我哋就希望咧，就係用一個叫做快速搜救隊嘅模式。去盡量咧可以減少我哋隊員嘅人數啦，去將我哋確保到真係有生命需要去做拯救或者係一個進一步嘅搜索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派大隊咧去現場做一個探索嘅工作咁樣樣。咁希望咧可以保留到我哋同事嘅體力啦，
亦都可以減少不必要嘅消耗嘅。咁啊另一方面咧，蚊患嗰度啦，頭先都有提及過嘅，因為當地登革熱流行啊，咁我哋都擔心咧嗰啲蚊患咧係會影響有啲傳染病嘅傳播啦。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好多謝入境處啦，同埋保安局啦，佢都統籌咗一啲透過當地商會咧，都幫我哋咧去採購咗一啲蚊帳嘅，咁啊令到我哋同事喺夜晚瞓覺嘅時間咧，都可以避免到一啲蚊去滋擾到我哋嘅睡眠質素。係啦，咁就呢個第一部分啦。咁啊，第二部分就係講極端天氣係咪？好啦，咁上一次土耳其咧，其實我哋同時係面對緊一個極度嚴寒嘅溫度嘅，大概係-4度咁樣啦嚇。咁所以我哋夜晚嘅同事咧，其實都一定會可能開啲營火啊，或者係大家呢啲圍爐攬住嚟瞓咁樣嘅。咁上次就吸取咗經驗之後，我哋已經都購置咗一啲比較厚啊，或者係啲暖袋啊，或者係啲暖爐啊咁樣嘅。咁今次就調翻轉，我哋其實唔係一個寒冷嘅地方，我哋今次係一個好高溫嘅地方，日頭係超過40度，夜晚都會超過30度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其實我哋本身都帶備咗一啲製冰機同埋一啲冰箭喺現場嘅，咁都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哋啲同事咧去降溫，去以防中暑嘅。咁另外頭先我都講過啦嚇，就係我哋其實都會有一啲輪替嘅安排。咁輪替嘅時間咧，都希望啲同事咧去翻啲陰涼嘅地方去休息。另外就提醒佢哋隨時補水。咁亦都係每日早晚嘅時間咧，我哋都醫管局嘅醫生咧都會幫我哋嘅同事咧去檢查身體，希望咧佢哋嘅身體狀態咧係保持到。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呢兩次嘅救援行動裏邊咧，我哋吸收咗啲經驗。咁當然啦，我哋都會不斷咁睇下唔同嘅個案裏邊咧，我哋睇下仲有啲咩可以改進嘅空間。好，唔該。下一條TVB。想問翻咧，即係其實對比翻兩次嘅搜救工作，有冇覺得今次更加困難或者難？聽得唔係好清楚。testing， 而家咁樣 O 唔 OK？ sorry， 即係想問翻咧，即係今次去之前有冇預計過當地係個天氣會係咁嘅情況？會即係去到先係知道係咁嚴峻定係點樣？會唔會有個即時調整？對比翻兩次嘅搜救工作啦，今次係咪更加困難同埋點樣克服咧？最後一條就係想問翻，即係今次嘅工作點樣去幫助到日後嘅海外嘅一啲救援嘅工作？其實我哋喺3月28日咧，我哋準備咗之後咧，其實你可能見到我哋嘅社交媒體咧，都知道我哋夜晚10點鐘，我哋喺啟德消防局咧，我哋都做咗一個身體檢查同埋疫苗注射嘅。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喺當地係有登革熱啊，或者係其他嘅傳染病嘅情況會有機會出現嘅。咁所以我哋委託咗醫管局嘅醫生咧、護士啦，係幫我哋注射咗疫苗，係啦。咁裏邊包括咗一啲破傷風針啊，一啲甲型肝炎嘅抗體啦咁樣，都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一定嘅抗體去保護我哋嘅，亦都我哋服食咗一啲抗痢疾瘧疾嘅藥物啦。係啦，咁都可以避免我哋同事咧係受到一啲感染嘅，係啦。咁啊，我哋都知道其實當地個溫度係比較高嘅，咁成日我哋隨團咧亦都帶咗一啲風扇，帶咗啲製咗啲製冰機，同埋帶咗啲冰箭咧，係幫我哋同事去降溫嘅。咁當然啦，我哋冇估計到咧，其實當地嘅蚊患咧係咁嚴重嘅。咁可能係同當地嘅溫度啦，或者係因為災情。亦都裏邊有可能會有都唔少嘅衞生狀況出現咗，所以啲蚊患係更加嚴重啦。咁所以亦都好彩，頭先我講過啦，多謝當地商會啊，多謝保安局做統籌啦。咁啊，我哋都購置咗一啲蚊帳咧，俾我哋同事去休息，咁令到佢哋咧喺睡眠嘅時間咧都得到一定嘅補充咁樣。咁啊，另外一條問題就關於今次嘅經驗點樣可以俾到今次嘅救援經驗，即係累積咗之後，點樣可以幫助到日後嘅一啲海外嘅救援工作？哦，好，唔該。其實上一次土耳其咧，我哋係叫做近年第一次嘅一個重大嘅事故啦嚇。咁我哋上一次知道咗之後咧，我哋要知道喺一個嚴寒嘅氣温底下咧，我哋應該購置一啲咩工具嘅，包括咗我哋會買啲厚啲嘅水袋啦，一啲墊高嘅床啦，因為我哋上一次就係一個地下咧係一個好潮濕或者好凍嘅地下咧，其實我哋同事基本夜晚係瞓唔到覺嘅，太凍啦。咁樣所以咧，我哋已經購置咗啲咁嘅嘢啦。咁另外就係喺一啲
救援工具裏邊咧，我哋亦都採購咗一啲衛星嘅電話啦，係方便提高咗我哋個通訊嘅效果啦。咁同埋亦都上次之後咧，我哋都購置咗一啲位移嘅探測器。咁啊，如果有啲餘震發生嘅時間咧，佢都可以發生警報，提醒我哋咧去隨時做一個緊急撤離嘅行動嘅。咁而今次咧，我亦都喺一個咁高溫嘅底下咧，同埋一啲咁多蚊患嘅地方咧，我哋都會考慮翻下次咧，我哋可能會採購更多嘅製冰機啊、冰箭啊，或者係一啲蚊帳啊，或者其他嘅滅蚊措施咧，可以令到我哋去避免咗呢啲咁嘅蚊患，或者係一啲炎熱嘅天氣咧，係影響到我哋嘅睡眠質素，去提高翻我哋同事戰士嘅續航力咁樣樣嘅。咁當然啦，另外就係可能我哋啲其他裝備啊，我哋都會一次過檢討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我哋啱啱第一日翻嚟嘅啫。咁我哋稍後我哋自己內部做咗檢討之後咧，我哋再考慮下會唔會有其他合適嘅裝備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喺唔同嘅氣候啊、唔同嘅災區啊，我哋都可以做到我哋最好嘅保障咁樣樣。唔該。下一條 K 寶。係 K 寶嘅，想問下有啲咩嘅香港嘅技術或者經驗，其實喺今次嘅救援嗰度展現咗啦，同埋都知道有蚊患或者高溫，咁有冇一啲救援人員其實真係病咗咧？有冇呢個情況呢？同埋都想了解一下大家究竟會唞幾耐先至會再重返嗰個工作崗位咧？唔該。第一條啦，其實我哋上年開始啦，其實我哋已經向聯合國咧申請緊，我哋去緊INSARAG 一個測試嘅係啦。咁我哋如果我哋下年第一季，我哋如果順利過咗個評測之後咧，我哋都係一支國際認可嘅救援隊伍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呢一年裏邊咧，我哋其實都準備咗好多嘢。咁你見到我哋其實相比起土耳其，其實我哋今次嘅動員能力已經係快咗好多。我哋只可以用咗15分鐘，我哋已經可以集齊咗41個人，已經退咗去同意，隨時可以去出發。另外10個鐘咧，我哋亦都可以調配咗啲安排咗物流公司咧，幫我哋運送9噸嘅物資，亦都同咗醫院管理局我哋合作，就係為同事咧做咗一啲身體檢查，同埋做咗一啲疫苗嘅注射。咁其實呢啲亦都係呢啲咁嘅準備工作咧，其實係喺上次吸收咗上次土耳其之後咧，我哋喺度改善嘅，亦都係為咗我哋下年嘅評測工作咧，係做一啲預備工作。咁我哋都期望我哋下年咧係可以成功去通過呢個評測嘅，係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係關於唔好意思啊，有冇真係救援人員病倒嘅情況啊？數字咁樣？確實病倒真係話去唔可以繼續去執行我哋嘅任務咧，就冇嘅。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因為都確實係天氣好炎熱嘅，我哋同事係都會見到佢哋係可能係好勞累，係啦，甚至乎有少少缺水。咁但係翻到嚟，我哋俾佢飲翻水啦，補充水分啦。另外就係陰涼地方休息之後咧，其實佢嘅身體狀況係冇問題嘅，係可以繼續去工作嘅。咁啊，醫生亦都幫佢哋檢查咗，其實啲生命徵象係正常嘅。係啦，咁亦都另一方面就係頭先講過，我哋個蚊患係比較嚴重啲嘅。儘管我哋都購置咗啲蚊帳啦嚇，咁但係我哋都會面對咧，其實都喺一個災區附近，譬如洗手間啊，或者我哋自己食飯嘅地方、食飯堂嘅地方咧，都會好多蚊。係啦，儘管我哋都噴咗啲蚊怕水啊，搽咗啲蚊怕液啊咁樣，或者點嗰啲蚊香咧，其實都好多蚊繼續去纏繞住我哋嘅。咁除咗對我哋構成一定滋擾之外咧，亦都係一部分同事咧，啲手啊、腳啊都會出現咗一啲唔同嘅敏感狀況啦。係啦，咁另外因為喺一個高溫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着住一啲制服去工作嘅時間咧，都會出唔少汗嘅。咁所以亦都有部分嘅同事咧係有汗癬啊嘅情況咁樣樣。咁啊，醫生亦都開咗一啲相應嘅處方。咁我哋亦都會繼續跟進對同事嘅身體狀況，希望可以盡快康復。多謝。最後一條，仲有冇記者朋友想提問？頭先都想追問，即係咁多位救援嘅人員，大概會唞幾耐，再會去重返本身嘅工作崗位？我哋會有4日嘅特許缺勤，係啦，由聽日開始10號開始。咁就預計係下個禮拜1咧，我哋啲同事係可以正式回復翻我哋嘅正常工作嘅。
咁今日嘅傳媒問答環節就完結㗎啦，唔該晒咁多位，唔該晒。